大家好啊，歡迎翻嚟我嘅頻道，提提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之後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嘅消息啦。今日就揀咗第二場賽事同大家研究下5班1200米嘅賽事，預計會擺前面放頭嘅馬有線路光華同埋城中勇士，步速預計係正常嘅，狀態比較差嘅馬有1、2、3、6、10、12，咁啊可以畫咗佢先啦。留意翻2號馬本能呢就有缺貨嘅，咁呢組就冇乜邊隻狀態比較突出嘅馬啦，大家就可以喺畫剩嘅馬入邊揀自己嘅心水啦。咁我都揀咗我嘅心水俾大家參考下。首先係8號嘅宜昌奇兵，咁啊過咗貴福特道跑咗場第4，嗰場馬就13檔嘅形勢比較惡劣啦，咁啊蝕住咁跑，最尾都追翻幾多嘅。今次抽翻個內檔呢，相信表現會更進一步啦。然後就係5號嘅駿馬之星，咁啱啱跑咗個第3啦，有啲走勢嘅。上次收3檔，今次10檔，但係就唔係壞事嚟嘅。10檔對何濟堯嚟講呢，應該就仲好嘅。咁啊，一心縮喺後邊，轉彎西出去衝一段，可能發揮得更加好嘅。然後就係9號嘅首進。444嗰場就輸咗俾隻金塊飛飛啦，贏劍無情啦，劍無情再出就贏咗啦。上次都熱噶啦，今次應該仲熱啦。但係嗰場嘅表現呢，我就覺得宜昌奇兵跑得好啲嘅，拖翻佢做腳啦。最後就係7號嘅城中勇士，又係轉咗馬房跑咗一場，狀態好咗啲啦。潘頓騎呢隻就睇下臨場個賠率點樣啦。如果有分頭嘅話呢，就可以揀啦。如果太熱嘅話呢，我就寧願揀隻朗日雪峰啦。第2場賽事分析過，咁啊睇下啱啱你心水啦。如果想知道我臨場收到咩消息到咩馬嘅朋友，就可以加入我呼風喚雨嘅群組啦。可以睇下我頻道簡介或者發信息俾我查詢翻。咁就下個賽馬日再見，祝大家好運。